各位歡迎收睇6點鐘新聞，我係林永文。我係范樂恒，先睇今日嘅新聞重點。各位，取道香港去惠州嘅南韓男子今日確診感染中東呼吸綜合症，成為內地首宗嘅確診病例。而喺本港，3個曾經同患者有接觸嘅3個韓國女子出現病徵，已經送去瑪嘉烈醫院隔離。而衛生防護中心就強烈呼籲，曾經同南韓男子坐同一班機同車嘅人士，即刻同中心聯絡。先由林泰基報導一名南韓男子嘅情況。泰基報導。而香港追查同確診南韓男子坐同一班航班前後2航29名密切接觸者已經聯絡，當中12人，仍然有17人未能夠聯絡到。當中3個韓籍人士被送往瑪嘉烈醫院隔離，稍後就會同另外3人一同轉送去隔離營觀察。衛生防護中心強烈呼籲同患者同一航班嘅人即刻同中心聯絡。黃文俊報導。檢查。港鐵按可加可減機制，下個月21號起平均加價4.3%，最貴一程加價3%。港鐵就會推出一系列優惠措施，包括為期5個月嘅第2程9折優惠，估計每日有170萬人次受惠。盧卓耀報導。亞洲電視記者盧卓耀報導。大埔劍橋護老院被揭發長者露天赤裸等沖涼，社署向大埔劍橋護老院發出通知書，而拒絕續牌申請。社署向2日翻嚟新聞時間，大角咀槐樹街一列50年嘅舊樓會重建，成本大約7億7千萬。市建局初步估計呢一次嘅需求主導重建將會蝕錢。大建局唔作猜測。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由時薪30蚊調高至到32個半，至今已經係近1個月。最低工資委員會主席翟紹唐就話：提高時薪未見有出現負面影響。對於應唔應該每年都檢討，委員會就冇既定立場。盧卓耀報導。新一屆最低工資電視記者盧卓耀報導。立法會討論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嘅決議案，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同陳志全一共係提出32項嘅修正，最終未能夠表決。主席曾鈺成宣布休會，下個禮拜3續會。美國證實已逃離中國15年，有中國第一女巨貪之稱嘅浙江省溫州市前副市長楊秀珠已經被美國羈押，稍後遣返中國。孫兆琴報導。記者孫兆琴報道。日本鹿兒島縣口永良部島嘅新岳火山爆發，噴出大量黑煙同熔岩，當局發出最高級別警戒，並且疏散島上嘅居民。陳永欣報導。火山喺當地時間。楊嘉玲報導。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市中心2間酒店分別發生汽車炸彈爆炸，造成至少10死30傷。各位新聞亦都報道完，再會。